恁着感谢上主，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愿伊吟诗，愿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性命来夸口，求上主的人心内着欢喜。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三首，圣诗第三首，请起立。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济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必对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即时咱做伙来启用诗篇128篇。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
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结果子的葡萄树。敬畏上主的人一直安尼幸福。愿上主对錫安祝福予你。愿你会看到子子孙孙。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的上帝，你是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你也是我疼阮的上帝。你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赞，你是阮的避难所。阮有病痛的时，你医治怜悯；阮有苦难的时，你就赏赐勇气。阮受攻击的时，你就保护阮。伫世间的日子，有人靠车，有人靠马，靠各种的势力，但阮唯一倚靠的是拯救阮的上帝。上帝的道是完全的，你是阮性命的保障。阮伫你的平安的内面，无惊吓。阮要向你献上感谢，阮要学乐你。阮所学乐的上帝啊，万物拢是你创造。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甲其中的万物拢齐声学乐你。至高的上帝啊，互阮常常用谦卑的心向你敬拜，对即时直到永远。主啊，你是阮生命的源头，你的话语是阮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是无爱看见阮烦恼的爸，但因为阮无听话，阮偏离了你的道路，以致到伫世间的日子有真侪烦恼。求主你帮助阮时时明白你的心意，求你帮助阮遵探你的旨意，求你帮助阮学习交托，叫阮行伫应该行路顶悬，做阮应当做的代志，去调你的教示，做你所欢喜的行儿。主啊，风台、水灾、旱灾、战争、饥荒、气候的变迁，这天灾人祸，拢是人类犯罪的事情。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怜悯医治这个破碎的环境。愿爱电园的景象有一日会通搁再出现。上帝啊，求你使阮稳定，互阮安详接受无法度改变的事。求你赏赐互阮意念勇敢改变通有法度改变的代志。求你赏赐互阮智慧，有能力分辨啥物是无法度改变的，啥物是会通改变的。互阮每日实在过生活，每一个时刻安然甘甜。互阮伫困难的时，内心无失去平安。互阮学习你，接纳这个有罪的世界。互阮信任你，相信万物万事拢会变成做美好。但愿阮顺服伫你的旨意，通互阮一世人快乐，将来也甲你同享极乐。求你的圣灵临到阮的敬拜中间，帮助阮领受你的话。阮诚心排列以上的祈祷，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吟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13章31到35节，51到52节。马太福音13章31到35，51到52。国说比如对因讲，天国亲像一粒挂菜籽，人摕去压伫伊的园。这个是8项种子的第一世，较大丛是较大，拢总的菜苋，刷落正清秋。比到空中的鸟来歇伫伊的枝，各样比如甲因讲。天国亲像甲负责人摕去，放伫3斗面粉的内面，到拢发酵。这个拢是耶稣用比如甲众人讲，若毋是用比如，就无甲因讲，来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讲我要开喙说比如，显明创造世间以来所隐捌的。51节，这个恁拢会晓得袂？因讲会，伊甲因讲，所以见若经学士做天国学生的，是亲像家主对因的库房摕出新旧的物。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天国好比。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的主题是天国，毋知影你听到天国会想到啥？有位兄弟姊妹可能是有启示录，也是旧的圣诗。咱旧的圣诗中间有一首叫做《耶路撒冷黄金城》，咱可能会受到安尼的描写。咱想象的天国，这路拢是黄金铺的。也有人真羡慕启示录21章的描写，伊想象的天国。路毋若是黄金铺的，迄个新的天、新的地，拢是拿宝石、玛瑙、玉仔、水晶等等这宝石所起造的。这描写，互咱伫咱头壳内的天国，就是迄种金光闪闪、非常非常的贵气。但是会用这宝石来描写，除了当时的人看因是上珍贵的以外，启示录的作者也有伊特别的用意。所以，咱就爱先转来，伫出埃及记内面的记载。出埃及记内面有提起，即个大祭司伊所穿的衣服蝶是安怎制作？衣服蝶有2条经带，顶面有一块一块的红玛瑙，这一块顶面刻6个，这一块顶面刻6个以色列支派的名。另外，除了即个衣服蝶，衣服蝶的外面嘛爱制作另外一块形地。这顶面有12块无共款的宝石，每一个宝石拢刻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所以每一届大祭司要入去至圣所祈祷的时，拢爱穿这物件。这表示伫伊的祈祷内面，伊会将百姓放伫伊的心内，来向上帝祈祷。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人用宝石来制作这物件，就是表示伫上帝眼中。以色列百姓是独一无二，是非常的宝贵。但是到伫新约启示录21章的记载，这宝石无搁挂伫祭司的胸前，这是12块，这12块的宝石原本12块挂伫祭司胸前的宝石，变做是新耶路撒冷城的根基，并且这宝石无搁刻这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是刻12位使徒的名，这就是表示伫新约了后，咱无搁需要祭司替咱祈祷，所有的人拢会当进到上帝面前，并且这嘛是伫讲，上帝救恩毋若是伫以色列民族内面，上帝救恩是互所有跟缀耶稣的万国万民，这个人会形成一个新的团体。并且，这个团体内面的人，伫上帝眼中，拢嘛是极其宝贝。所以，咱来想，
若是用咱现代人对贵重的定义，咱可能袂用圣经内面这宝石来描写天国，因为伫咱现代有搁较贵重的物件出现，所以咱爱知影，这物质毋是重点。作者毋若是讲要甲咱形容即个天堂、即个天国有偌阳光那尔，用这物件是要互咱明白，天国是阳光的。但是天国的概念已经突破过去人所认知以色列人特权的迄种天国。天国的跨度是将所有的时代认捌耶稣的人拢包含在内，并且天国毋若是停留伫耶稣迄个时代，伊的深度延续到现代，甚至到未来。所以咱的认知，咱对天国的认知，袂当干那一直伫遐想黄金、宝石这物件，咱爱用搁较开阔的眼光来认捌天国。但是天国是要安怎认捌的？耶稣基督就是咱认捌天国的关键。伫旧约，天国的概念无显明，大概是用君王、治理这个字来形容上帝的权柄。但是到伫新约的时代，耶稣的出世，互天国有新的意义。因为耶稣一出来开始要传扬福音的时，伊是讲：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啦。这表示天国毋是人死了后去的所在。对耶稣开始，天国已经降临伫咱这个世界。另外，耶稣伫教示学生安怎祈祷，也就是咱所使用的主祷文的内面，耶稣讲：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这嘛是表示天国的来临，就是上帝旨意完全实现伫地面，所以天国毋是另外一个所在。但是咱看咱即个世界，互咱真失望，嘛有真侪人要未认捌耶稣的救恩，是要安怎看出天国伫倒位咧？咱看耶稣的祈祷是讲：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就是表示天国已经开始，但是要未完全实现。另外，伫登山宝训，耶稣嘛特别指出，天国是属伫一寡颂香、悲伤、谦卑、刻薄，因为义来受迫害，才会人看袂起真弱小的人的身躯顶。所以，咱看见伫圣经，耶稣伊用家己的言行举止来启示咱。天国已经伫咱的中间，伊毋是离开咱远远。所以今仔日咱透过马太福音13章，即章会当讲是耶稣的天国譬喻收集，来学习安怎来认捌天国。这譬喻拢总有7个，3个是农业的生活，亲像野种、杂草、挂菜籽；2个是商业的行为，藏宝贝、找珍珠。一个是渔业，以渔业的作为即个爬网去掠鱼；另外一个是家庭的事务，就是即个米价的即个比喻。真奇怪呢！耶稣为什么无要用阳光灿烂，也是亲像咱所想象有迄个天使，逐工伫遐抱着竖琴伫遐来弹唱，咱人拢住伫黄金所起造的厝来讲天国咧？第一，这形容非常的遥远，不切实际。第二，耶稣就是伫强调，天国就亲像种子、挂菜籽、物件、宝贝、珍珠、希望，才会人会当伫生活周围看会见、摸会着的物件。但是咱毋是耶稣迄个时代的人，咱是要对倒位看见咧？咱要对倒位摸着咧？搁一摆强调。这物件毋是重点，咱的生活内面无挂菜籽啊。但是这物件毋是重点，因为对耶稣开始，天国内在甲外在溃烂，就不断地向咱来显明。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伊讲：恁着反悔，因为天国近啦。天国的福音，互人认罪悔改。耶稣遍行加利利，伫会堂教师宣传天国的福音，医好百姓中间逐样的症头，甲逐样的病痛。咱看见天国的福音
带来实际医治。耶稣讲：独独我若靠上帝手赶鬼，就上帝国已经到伫恁。上帝国降临，互邪恶无法度阁存在。耶稣讲：恁送向的人有福气啊，因为上帝国是恁的。上帝国、天国改变咱的眼光。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上帝国第时会到？耶稣应讲：上帝国临到，毋是显然，也袂讲伫遐，也是伫遐，因为上帝国是伫恁的心中。上帝国伫咱的心中，所以天国甲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跟底耶稣的人，拢有关系，是咱摸会到、咱看会到的。但是伫遮嘛有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用譬喻来讲天国？伊直接讲明，毋是较好吗？其实这个问题伫13章拢总出现2摆。第一摆是耶稣的学生问安尼的问题：为什么老师你要用譬喻？第二摆好亲像是圣经的作者马太在替咱问这个问题。所以第一摆耶稣伊回答学生讲：天国的奥妙，互恁知，也无互因。第二摆是34节到35节，这拢是耶稣用譬喻甲众人讲。若毋是用譬喻，就无所甲因讲，来应验早托先知所讲的，讲我要开喙说譬喻，阐明创造世间以来所允捌的。耶稣用即句话，即句我用黄色的话考起来，即句话是引用诗篇72篇、78篇第2节，伫遐讲我要开喙讲譬喻，我要透开古早时的即个谜语。耶稣为什么要用引用诗篇即句话来加伫伊回答？为什么伊要用譬喻的即个问题？因为耶稣用安尼来证实家己的身份，伊是有权柄会当来宣讲先知因所讲的话的人。所以安尼耶稣的回答，互咱感觉真奇怪。好亲像耶稣是某一寡人来阐明天国的意义。但是，较将天国的意义另外一寡人来稳重起来。但是，咱爱知影，福音伊无针对性，因为耶稣是所有的人伫传福音。伊的听众内面嘛有法利赛人，有祭司，有遮的经学师。福音是互所有的人，但是谦卑、愿意相信、愿意接受呼召的人，才会当得到安尼真理。若是出伫歹意，还是想要找芳来攻击的人，这譬喻就成做刺，不断地刺插因的内心。所以咱看见每一届耶稣讲完譬喻了后，真侪罪人开始来跟底耶稣，但是法利赛人、经学师遮的人咧，拢是气不噗来离开。所以伫第一摆，遮的学生问耶稣，耶稣回答因讲：既若有诶，要互伊有剩。无诶，连伊所有诶也要抢伊；有诶，无诶，这毋是耶稣挑过伊要制作出来两种诶矛盾。但是，当人用恶意来面对真理，连伊原本有诶也要互抢去。耶稣伫遮讲诶，就是遮经学师、遮法利赛人，因看真理，但是因看袂见，佮自认是敬虔诶人。但是，伫因内心迄种真重形式、真假好的宗教行为，伫上帝国内面是完全无价值的。兄弟姊妹，除了圣经甲咱讲天国已经伫咱的中间以外，你敢有伫即时感受到天国的存在？虽然教会无完美，但是我伫教会内面看见天国，因为咱做伙伫遮读圣经。祈祷学习过天国的生活，我也伫兄弟姊妹互相帮赞的听的内面看见天国。常常有人私底下爱我转交金钱，予有需要兄弟姊妹，这无奉献证明通摕呢。但是这个人因看见兄弟姊妹的需要，我伫教会时光内面嘛看见天国。真侪兄弟姊妹愿意奉献因的时间，去学校、
去公园来教会，关心一寡要袂认捌耶稣的朋友。你咧？你敢有看见天国伫倒位？这个错误的世界不断地甲咱洗脑，互咱认为只有黄金宝石才是重点。但是咱较因为安尼失落对天国带来医治、权柄，对代志有新的眼光，甚至耶稣所应允的应话，咱失落迄个期待。但是咱爱知影，世间所有的代志拢会过去，只有上帝袂改变。所以耶稣伊爱咱学习。并且爱咱看见，伫天国内面有价值的，毋是遮的财宝，是上帝永远的治理，上帝永远的掌权。伫迄时，袂阁有死亡，袂阁有罪恶，每一个人的性命拢恢复到上帝创造咱的时迄种的美好。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活出上帝互咱迄个真特别的计划。所以面对遐尔值得咱期待的天国，咱会当安怎做？但是，咱来拍破咱的观念、咱的眼界。耶稣所讲天国的譬如，互咱看出天国的困难，是袂当简化做简单的道理，也袂当用人的方式来计算。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挂菜籽，伊遐尔细，但是伊长大了后，较会当互鸟仔歇伫伊的顶面，是一丛非常大丛的树。米甲一点点啊，无起眼。较会当互规层的面粉发起来，养饲全家。耶稣用细、弱细，而且譬如是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伫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互罗马政权统治，所以这个天国的真理，甲罗马帝国迄种真大的强权比较起来，是非常的细，非常的无困难，甚至当时的天国看起来也是失败的。因为宣讲上有困难的惊世的约翰，互抬头，天现天国价值甲异常的耶稣，也互定死伫十字架。所以兄弟姊妹，若用人的眼光来计算，天国根本无甚物好期待的。所以咱看马太福音内面所有关系天国的这记载，拢伫挑战咱原本的价值观。亲像伫内面有一个葡萄园的譬如，有真侪工人伫无共款的时间，因入去即个葡萄园伫遐做工。但是落尾，即个主人是互所有的工人共款的工钱。这是挑战咱啥？挑战咱对天国恩典的看法。恩典毋是干那互咱的，恩典是互所有的人。也亲像耶稣讲，咱爱亲像囡仔遐尔单纯，我靠。安尼人才会当入天国，这嘛是伫挑战咱，爱离开咱的自尊，离开咱的自以为是。但是，咱敢愿意接受耶稣的挑战，来改换咱的眼光，互咱有新的眼光，会当对眼前所看的挂菜籽，来看见上帝国的扩展了。咱敢会当用谦卑的态度，对迄个风一吹就散的物价？来认捌上帝国的丰盛，这拢非常需要信心，因为甲咱目睭所看的无共款。但是这个信心是对上帝应允有信心，毋是对家己有信心，因为家己无通靠，咱的性命太侪变数。亲像即摆的风台，伫南部有记者去采访即个农夫，即个种西瓜的农夫非常的忧愁。因为伊种的西瓜拢浸水，拢闭壳，无法度阁收成啊！伊的损失非常严重。但是咱来想，当伊伫种作的时，伊敢有想着讲，这西瓜会发生今仔日安尼的代志？无，伊一定是计算过伊种偌济西瓜，会当卖偌济钱，会当收偌济钱。咱对家己拢有自信啊，但是无想到一摆的风台。互伊的计划，互伊计算，规个规伫空空。咱嘛是安尼。第二，虽然咱非常的软弱，咱非常的无信心，但是咱会当学习来成做天国的门徒。耶稣伫51节到52节，伊有问讲：啊，我今仔日讲的，恁有明白啊未？这学生讲：我明白啦。经文应该到遮就结束啊吧？
因为学生明白啦。但是耶稣佫讲，既若经学士做天国的学生的，是亲像家主对伊的库房摕出新旧的面的。耶稣讲安尼是啥物意思咧？咱知影经学士因非常的骄傲伫因的学问，因无可能去学习、去承认、去接纳耶稣所传天国的道理。但是耶稣伫遮讲一句话，讲恁遮经学士，恁逐工伫遐研究遮旧约的经文，恁伫会堂伫遐教示人，伫遐宣扬律法，互百姓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恁佫欠一项，恁遮经学士，恁已经有上帝早时托宣先知所讲的话做基础。但是，恁若愿意明白、愿意领受耶稣所传的迄个看起来真违背传统天国的真理的时，你就会当完全明白旧约内面先知所讲的话，已经伫耶稣基督的身躯顶完全实现，并且你嘛会当理解耶稣的来临，旧约的律法才会当得到完全。所以，耶稣的譬如，耶稣伫遮讲的上尾一句话，就是讲。这经学士，因若愿意接受耶稣所讲天国的道理，愿意成做天国的学生，就好亲像互打通任督二脉。安尼的人伫宣讲上帝话时，会亲像一个主人对伊的仓库同时提出迄个新的甲旧的物件。通常伫咱的仓库放的，拢是旧的物件，甚至会生菇、有臭扑味、无合用。但是，若有耶稣基督所传天国的真理，即个旧的物件嘛会真做合用，会当甲新的互相配合。我想耶稣最后用经学士的即个例，毋若是伫指每一个时代宣讲上帝话语的传道者，讲这传道者爱不断学习，袂当一直摕仓库内面旧的物件来养饲信徒。这段经文也在提醒咱每一个信徒伫这个时代责任。咱的信仰敢毋是停留伫初信的阶段？咱毋愿意读圣经，咱毋愿意参与信徒的造就，听到神学、听到教义，就感觉迄是神职人员的代志。但是咱若永远用安尼的态度，就甲耶稣所讲的共款。仓库内面藏的拢是旧的、臭朴的物件。前一阵仔我读到 C.S. Lewis 伊所写的册《我如何思考基督教》，伊伫遮有真好的安尼对伫即种态度的信徒有真好的提醒。伊讲神学就亲像地图，教义无等于是上帝，教义只是一份地图。毋过，即份地图是真侪人因用因的经历，甲上帝有接触了后来做根据的，甲遮的经验来比起来，咱家己所领受的迄种激动甲敬虔，就显得非常的幼稚混乱。第二，你如果想要行较远，你就爱用迄张地图。所以讲，你若毋肯听神学，无代表你对上帝无概念。是讲你有真侪错误、无好诶、无清楚诶过时诶观念。今仔日真侪互人摕来做新点子来宣扬诶，不过是几啊世纪进前遮诶神学家因已经弃杀诶看法。兄弟姊妹，真正是安尼呢？特别是咱用中文诶世界诶人，咱中文真侪神学诶册，拢是安怎？拢是对这西方的册所翻译过来。咱摕到这本册，可能是10年前这个人伊所写的册，所以可能已经是过时，已经无合用啊。所以这嘛，亲像咱读的圣经，嘛需要圣经公会这学者不断地替咱来修订、来翻译，互咱这个时代会当认捌新的一个观念。但是咱若毋肯来接受这物件，就好亲像耶稣所讲的，咱藏伫仓库，永远是迄个旧的、臭朴的物件。所以兄弟姊妹，咱爱不断学习，互家己对耶稣所传的，会当有正确、换新的认捌。耶稣讲，守旧的人袂当成做学生，只有不断
学习、愿意改变咱固执、错误想法的人，才会当称作是天国的学生。所以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看见，耶稣所传天国的道理，是颠覆当时所有的人的想法，是一种突破的观念。但是咱对信仰的认捌，敢嘛愿意来努力向前？敢嘛愿意放落咱迄个偏见？耶稣挑战每一个时代愿意跟对伊的人，盼望咱勇敢面对安尼的挑战，互家己的生命进入更较丰盛的阶段。伫祈祷的进前，要来解答头拄仔所讲，咱唱第二首的圣诗，圣诗22首，为虾米讲上帝正手？为虾米无讲上帝倒手？为虾米无讲上帝双手？正手、右手代表关灵，代表官兵。所以咱等者咧唱即首圣诗的时，主上帝正手，伊感谢的时，就是带着上帝官兵，伫感谢，伫解决咱人生所拄着每一个困难。咱即是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透过圣经这披露会当来明白你。主，阮感谢你，互阮无阁亲像当时的人，因爱透过这解说，才会当明白真理。主，你的真理，天国的真理，显明伫圣经，互阮知影。总是阮贫惰，阮毋愿意去读，所以真侪道理阮毋知。阮伫世间就过一个无气力、无愿望的生活。主，恳求你调整阮的眼光，调整阮的态度，互阮毋若是听讲道，互阮平常也愿意伫圣经中间有较侪的研读。阮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赏赐互阮气力。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读2遍。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将来有权力的，是权势，也是别个，拢袂决定。就是咱第8章38到39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今的，是将来的，有权力的，是权是亲，也是别个受造的物，拢袂决上帝的听，就是咱一再所记。罗马书第8章30。查考了吟圣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22首，圣诗22首，请起立。
侪奉献，请徐同庆执事、曾其阳执事、廖穗芬执事来辅具奉献。请坐。请看周报245页。第2点，干事谢欣怡服侍到今仔日为止，求上帝带领伊头前的道路。第3点，今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发展委员会，请组长参加。第4点，今仔日2点半要召开建堂委员会，请组长甲顾问参加。第5点，8月初6 9点半要举行父亲节联合礼拜，礼拜中要举行魏怡婷传道就任式。奉献的部分若有错误，请向中级订正。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事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来介绍咱的家人吼，咱恭喜陈牧师吼，伊对圣经公会退休，所以今仔日甲牧师娘做伙来做礼拜，咱嘛求主祝福伊头前的路。好，过来咱嘛欢迎咱的传道，吼，咱的魏怡婷传道，好，来欢迎。吼，咱中间嘛有梁杰兄吼，对美国回来吼，咱嘛为伊祈祷，嘿，梁俊兄嘿。好，这时咱嘛来感谢咱的干事吼，心怡吼，请心怡站在这边吼前面吼，咱拍拍伊伫遮工作5年吼，咱多谢伊吼，嘿。
嘿，伫遮吼真忠心吼，伫遮来服侍吼。啊，伊身躯无啥好势，伊的爸爸吼身躯嘛无啥好势，所以伊要定定转去家己吼来顾伊的爸爸吼。咱嘛为伊的家庭来祈祷。好，谢谢心仪。好，安尼所以伫即个目前吼，还未有干事的期间吼，就是我会负责即个行政的部分，然后就请团队来负责一寡总务的部分吼。所以嘛，若遐个需要任何的代志嘛，欢迎甲我联络。好，这是咱来介绍即个，咱先来迄个庆丰读经营的即个影片吼，咱先来看，然后咱请苏本长老等者来甲咱做一寡报告。吼，这是阮伫庆丰教会所做的读经营的一寡的影片的活动，这是开会的礼拜。
社会证明，大大细细拢会当做伙读圣经吼。所以嘛，毋茫，其实我有一个想法是讲，安尼营会敢毋当复制转来伫咱家己上山教会，咱嘛会当来办3工诶安尼一个活动吼。所以即是咱会后有一寡诶报告，咱即是请淑芬长老来甲咱分享。麻烦放一下另外一个那个档案吼。甲大家报告，大家若有看到顶礼拜迄个周报，咱就知影吼。旧年是第一遍。迄个举行，总是学员是敢若教会内底出入的人。今年感谢上帝，吼，咱有看到牧师伫顶礼拜就牧师写的部分，伫迄个教会边仔一个得力协会，吼，来一寡10几个迄个弱势的迄个儿童，因是毋捌听过福音，毋捌入入教会，所以伫国小组甲国中组，实在是除了读经营以外，真正的福音营。就因此而展开，然后呢，麻烦注意，我上面有另外一个档案 ，PPT 档，好，然后另外就是今仔日的周报，迄个牧师就讲伊确诊，我知影有真侪人知影吼，咱拍拼咧做福音的工的时阵，撒旦嘛用迄个新式迄个 COVID-19 伫遐来阻挠。伊嘛伫遐咧做工，总是感谢上帝，伊无互即个疾病，来阻碍阮一切活动，阮所有活动，拢照常举行，虽然第2天就已经有人确诊，所以伫迄个所在，阮就要赶快调整每一个人的服饰，的部分，所以有诶工作就要换人，所以但是感谢上帝，互遮个人拢一定。真顺利来举行啊！今年较特别的部分就是讲，拢总有40个学员本来是嘛拢囡仔较济，总是这边成年人占了一半，所以要快进前临时再调整同工的那个部分就是讲把成人组分成2班的一个部分最后一天我有做学员的迄个满意度的迄个调查伫这个所在看。对整个营会大家拢是满意满意到那个这个不能用那个满意的部分然后对节目的安排的部分，因为实在是大大小小我们的同工对18岁到13岁，超过这个同工的年龄层超过半世纪，我们的学员从小学1年级。一直到成人的那个80几岁，所以迄个差距又更大，所以所有的节目的安排当然没有办法完全满意，可是我们也会看到很大的满意。那这次的那个餐点是特别的满意然后环境的场所不是咱会当来控制，因为庆丰教会就是这样，临时又多出一班来，所以彼此会有一点干扰对老师同工，几乎是100%的满意。我们看下一张。然后今年一半以上的人是去年没有参加的，但是问到讲明年你会当来参加无？你有要来参加无？将近90%的人说明年他一定会来参加，甚至有80%的人说也带也带也亲朋好友来参加。好，下一张。然后这是每一组的那种分别，那我们会看到，就大部分都是很满意，特别那个对于老师同工的那个满意度那个高中组、国中组100%都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呢，实在是很感谢上主这赐给这些同工，大部分都是落在很满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好，下一张。咱就会看到讲。明年会不会来参加？几乎大部分都会来参加，也很多人都会带他的那个小朋友来参加。所以忙，咱每年还佫有一遍的迄个机会，咱也忙，佫较侪人会当来参加这款的迄个读经营，因为你参加这个读经营，得到收获最大的还是你自己。虽然我们的同工一半的人确诊，然后呢？那个庆丰教会也因为团体的那种活动所以有6位确诊，但是感谢上帝，遮个人拢真紧
都是轻症，所以呢，很快就已经恢复健康，不到1个礼拜，每一个人都转阴了哈。所以呢，是感谢上帝受有伊的祝福伫中间，多谢。好，来，这是咱来报告咱的迄个亚华礼拜，就是咱伫9月初3，咱要伫迄个芥菜种营会伫遐举办咱148周年的安尼一个亚华礼拜，所以咱报名，因为咱要即个订车订到，所以请咱报名到后礼拜截止，所以请咱会记哩扫 QR code， 扫 QR code， 咱伫1楼公布栏遐有 QR code， 咱嘛会当摕迄个报名表，拢会当报名。咱即届有一个特别主题，就是为着上帝做一个好的会友，咱定定讲咱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敢若拢无一本册教咱讲安怎做一个好的会友，所以即本册足薄的，伊分做6章，所以咱即马距离咱到亚华礼拜，佫有6礼拜时间，即个咱下礼拜组会将一张做一个扫描，会连同咱的即个寄通知的安尼一个 line 寄互咱，但是咱已经有买一寡册，所以咱请兄弟姊妹，咱1号摕1本，会当摕转去看。1号摕1本转去看，咱迄天会当有一寡遮的活动，针对即个为着上帝做一个好的会友，做一个安尼一个活动，所以咱请伫报名到后礼拜截止，请咱注意。好，这是咱来祈祷，咱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怀孕的师弟。为着住院的信实，伊伫顶礼拜完成即个手术真顺利，恳求主继续来帮助伊。嘛为着机体来祈祷，咱今仔日嘛看到慧玲姐，伊手术嘛真顺利，继续为祈祷。为着白丢娘、明泽兄、玉秀姐、林鹤姐、秋菊姐、清真兄、西港兄、启胜兄、邓妈妈、金生兄、道明兄。明珠姐、阿叔姐、俊兴兄、阿卡姐、赵雄兄、来福姐、应轩、张老师、公基姐、陈其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谢婷兄、明理姐、阿菊姐、郭元兄、佑庄兄、李雀老师，咱嘛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台湾，为着世界，为着各地宣教师，咱开喙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阮诚做一体。互阮会当做伙伫遮学习过天国的生活，恳求主你，互阮放落家己的骄傲，互阮谦卑会当来找求你，互阮来互相来扶持。因阮知要伫即个黑暗的世界过天国的生活是非常的无简单，定定有魔鬼的引诱甲试探。主总是互阮兄弟姊妹组织伫教会，阮做伙来学习。主，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的身躯、心来祈祷。真个兄弟姊妹身躯会病痛，需要主你的医治、你的扶持。也真个兄弟姊妹内心有忧愁的，也恳求主，你互因知，你是透帮人，你是解决问题的主。主，阮也要为着阮中间阮遮的教会的种种事工来祈祷，特别为着阮的建堂的事工祈祷。恳求你，互阮同心合意，互阮伫无完全的中间，互阮超找上帝你的旨意。也恳求主你引带。阮也为着阮的世界、台湾各地宣教师来祈祷，主恳求你怜悯，或者宣教师伫真对敌的所在，互因会当有安全，互因有平安，也互即个世界会当伫上帝你的治理的下面。虽然阮看见是遐尔罪恶，总是主恳求你就引带，互阮会当伫即个世界哪来哪显明上帝国你的旨意。主恳求你使用阮。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吟圣诗397首，圣诗397首，吟诗后请牧师教导，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